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福喜来也》，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大家有啲电视天阳台有看过一部天阳冇？其實天陽係講哇，嗰種當然大傳統嘅嗰種太鼓哦，有嗰條鼓聲，大家阿群妹看到就知道哇，好興奮，好熱血哦。唔過唔單止你有紅樓花有種陣頭哦，其實你客家人咪有鼓聲哦。今日就係同大家來了解一下花蓮的鼓王爭霸戰，實際來分享花蓮縣政府的陳謝發科長分享。主持人好，鄉親朋友大家好。唔是緊張好科長，上班要來過嘅，唔過廿八來可能一開始係有一絲絲嘅緊張，唔過廿下人就夾夾來看廿張。今日就係愛同大家說嘅一年一度嘅鼓王爭霸戰哦。鼓手愛先來同科長，請科長來教大家，愛用嘅念合法。我愛去花蓮看鼓王爭霸戰。我愛去花蓮看鼓王爭霸戰。錯。按用麼？係。阿權分享大家。分享大家去花蓮來花蓮看鼓王爭霸戰。哦，鼓手今日就係邀請到你雪華科長來同大家說嘅鼓王爭霸戰嘅哦。唔過鼓王爭霸戰啊，當然可能彈歌，也係可能有看過廟方嘅一條文字，唔過三冇真正去了解過。所以鼓王爭霸戰係乜嘅啊？鼓王爭霸戰吼，佢辦理係真愛對花蓮站、水美鄉、富源社區，富源社區佢加排求提名，按到8個種。8個種，哇，當天批咧提名誒。錯。佢包含吉良海、富源、富民、然後富新3個村。3個村是形成一張按到8個種嘅素材。錯。8個種在清朝。佢係愛對花東縱谷很重要的軍事、然後交通的重鎮，所以清廷非常重視這個地方，所以也請到那個將領哈來帶兵從左營來我們這邊屯墾，就來到當年辦鼓王爭霸戰的地點富源國小來紮營。鼓手就喺底下有種東西，錯嘛？因為屯墾嘛，有種東西，算是一個後勤的基地的感覺。是錯。那為到本來就吼，那啲屯墾的士兵，佢哋要有一個心靈寄託。對。剛才就一個信眾，按到謝芳蓉，佢甚至一件從茅草屋來供奉一尊來自福建的城隍爺。當然啦，幾經修建哈，歷史很久遠了。近來哈，它幾經修建之後，都會變成基本應該對辦理鼓王爭霸戰那個保安宮。保安宮係愛對城隍廟。錯，係愛對花蓮地區提走誒城隍廟，已經有120多年的歷史。哇，就係到清朝嗰種時都壓下120多年的歷史。到今年126年了。哇！很長的歷史，鼓手啊，你講有要在城隍廟，還有要在軍事的後勤的這個地位，要在手差，你有沒有延伸出這個鼓王的文化呢？就算講到哈，安尼倆保安宮主要就是供奉安尼的城隍爺。當年去年的5月13日，安尼城隍爺聖誕，剛好8個種地區入侵就24個靈，他們慶祝，他們每年在安尼9月的5月12日暗不挑會有一個城隍暗訪夜巡繞境的活動。頭擺就有誒。錯。哇！然後佢哋搭隻靈一天來出一隻陣頭，然後大家用陣頭用大鼓陣來慶祝城隍爺聖誕，而且那個大鼓最主要特色，佢係用鋼的哦，用鋼的用人力來扛鼓，全部就太麻將咧。錯，動多沙，阿權冇嗌13人咁講嘅，咁樣鼓手要最少要4個人，而且你一路要繞境，所以他的人力要非常多去替換。行幾遠的呀？好幾公里。哇！如果在舊時候的8個種，剛剛提到嘛，它是包含現在的富源、富民、富新，是要好幾公里，少說也要6公里。
古时候要黑吃的黑一种大家穷下来参加一种有点像是嘉年华。又有点像是就是帮城隍爷过生日，是，然后又有点像是大家集中精神，大家有那种共同的向心力感觉的一个活动哎。错。哇，郭寿难怪给我按这么激励人心，有这个鼓王的感觉。对，他在他们当地是一个很年度的盛事，安妮城隍圣诞到现在也一样，像我们前几天才去参加。由社区发展协会办的城隍圣诞彩街活动，它只是把距离缩短了。现在没有，我们也是派队伍哦，我们是派优胜队伍去参加，然后也真的沿路用拱桥哎，嘿。哇，唔讲来吃到也着比如讲也着文化性的东西啊，因为呀历史甲较讲有研究的时间呢，126年研究的历史诶，呀同样的过程当中，又因为安尼时代的改变啊，也在古往今摆的文化有稍微较无本人看到，较无本人按重视过无？有哦，也在发通哈，一直到民国60年。我们的台湾的那个社会转型哈，由农业社会转到工业社会，开始安尼细埔工厂林立啊，动埔原因人口外流就很严重，人口外流严重到最后的结果都会影响古王镇霸占它的方式，因为留在我们白雷种地北，剩下老人家、小孩子，那个年轻力壮，是他一度。就被那个用拼装车来载着鼓来绕境来取代，最后甚至被我们的电子花车给取代了。一直到民国87年，由前任的复原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新华，他跟一群热爱他们社区的地方士绅，记得起头这么好的一个文化，让他失传了，仅仅动打怂。所以他们就用那个社区总体营造的方式，来再一次办理古王争霸战，一直到现在。那我们客家委员会也很重视寮仔法统，98年都进了哈。连续都列为客庄12大节庆之一。哇，古时候呀就会大家爱伫呀法典，要到素材摆来种，要到历史，要到故事。虽然头摆要进行的方式係叫做嘉年华会，大家共太古去出去游行的感覺。不過呀下係古往爭霸戰的感覺，係用嘅無共用，呀下嘅方式同頭擺那片無共用。還冇共用嘅係。我对那个古王争霸战，把它选在一个定点的地方，来比赛，用对尬的方式来比赛。那早期记得个人那种，就是大家出一个阵头，以庆祝城隍圣诞为最主要的一个重点。重点。啊，今仔那种比赛。哦。也係比賽感覺有競爭的感覺了。哎，錯。哦，韓國我知道啊，要不然我看到主視覺，我知道看呀到這是筆記本，要不然出來筆記本充冇？哇，有寫2016客家刻骨銘心古王爭霸戰，韓國嘅主視覺要當電影下哎，科長終於同大家講一下這個上面畫的是什麼概念呢？好的，第一個今年哈，我在強調安尼國內動就名的敖幼祥老師，那個漫畫家，幫我們來設計這一個主視覺，我們會用在各種文宣啊、海報啊，還有甚至我們的文創品。安尼打算看到了，好，還該安尼的城隍爺。城隍爺耶，我猜對了。我剛剛看到我就想講，呀，聽說清淡狗誒係城隍爺，韓國呀，伊就拍誒，伊就舞誒。七爺，佢一個用看七爺八爺來架鼓比賽。啊，好可愛哦。他就去設計了獅子，安尼客家客家獅是方口獅，所以他也在這個設計上幫我們呈現出來了。人家地北嗰就動到誒蝴蝶，因為安尼復原社區，為什麼叫蝴蝶谷？對，那個它早期都會動到蝴蝶，因為那裡空氣很清新，水質很好，所以那裡也產很多的蝴蝶。哇！好，他就把我們在地的一個特色。還有這個節慶的由來，全部幫我們設計在這個，就是那個雲朵，有嗎？神明都會坐在那個雲底下，是他設計發想，
是这样子来的。哇，韩国亚鼓没老给发都又有威风又有威严的感觉，不过没懂定影像呢。草就是比较 Q 版的。对，我看到要这样主视觉感觉是都不给想的，而且就直接利用要这样七爷同八爷用这样，然后给互相比赛互相竞争的样种感觉。错。哇，鼓手啊，生来给他的竞争要在鼓房前巴掌，还有嘛个故事要同大家讲，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跟同大家分享哦。好，放羊中的福起来耶！我是钟英群阿群妹，一年一度的鼓王争霸赛又来了，第花莲哦，大家都来去花莲看鼓王争霸赛，去花莲老料是好吃的东西。鼓手杀下来呢，我就会来问一下口中哦，要在鼓王争霸战呐，一路清精彩的手菜，我吃到最刺激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个尬鼓竞技，聪冇？要尬鼓竞技，上来是用哪一种方式来开始的比赛？里面你知道尬鼓，就是觉得你知道我们两个要很对立的感觉，就像七爷八爷两个人在互相竞争的感觉，它是怎么样进行的？好的，我哋比赛分两组，三分组到福上组，三分组就是像安尼主青音跳绳讲的对尬的形式，2个队伍哦，然后我哋比赛的场地是这个富源国小的篮球场场中心。篮球场，2队就各据一方，东西各一侧。嘿，然后它分3个阶段来对尬。好，第一阶段3分钟是在自己的原地，看你要静止的方式或者动态的方式。好，原地擂鼓。都给片，那是应该不是同时吧？同时，然后各自把自己最强、最厉害，也许可以搭配一些他们还有人会搭配罗把啊，或者跳功夫舞啊，什么就是或者有些人在那边吟那个朗塞，一种大车拼的感觉，是，就会都给片打鼓没打到动态上，你都给片打鼓没打到动态上，看嘛啥比较吸睛的感觉。是。然后后面中间3分钟就来到场中间，就是对，刚刚是原地擂鼓抽，再来就到场中间，就是刚更讲的是对尬的那种味道更浓厚。哇，因为原本在3分钟，原本有距离嘛，有距离那可能是各自在各自的地方，但是突然又来到中间，也是同时大家一起打，是打3分钟。那要那个注意力要很好哦，不可以被隔壁的干扰。对，这个是最重要。对，是，绝对不可以被干扰，而且你要把你那个气势凌人的那一面要非常展现出来。好，这个时候要展现的就是输人不输阵的这个的一个场合。在3分钟就是兑换场地兑换，移动一边打，是行进中，然后场地交换。鼓就会更大。哇，不过这鼓没动重嘿。是，所以。鼓手我哋本期队就人员可以替换，所以我们我哋3分组11到20人，对该共鼓该洗感音走得轮流，要不然太累了，很重，那个鼓确实很重，是。枪躺就知道这个场面一定很浩大，一定很精彩。是，而且啊，我今天看打鼓的时间，有一种感觉，唔知大家会同阿 Q 冇 Q 冇，就会我的心跳会跟着鼓的频率一起震动，就是感觉我的鼓跟频率是在同一个拍子上在震动的。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不是一种兴奋的感觉。会，我当然这个现场嘛，就让那个感觉让人都会嗨到最高点。对，会想要很投入。比赛的人都会一直想要超越那个场地，然后我们主持人就会一直喊说请我们的乡亲不要逾越你们的那个不要进到场地。不过其他的很激动的在打，想说我就是要很精彩，表演的很精彩，然后看到观众也给我有回馈，我也很想要表现得更好。对，如果场边的观众朋友那个鼓励加油声更大，他们真的会打得更大声，然后对更卖力，紧紧很安逸哦。
像刚才有讲到啊，有沙菲族，还有學生族，要報名我有乜嘅條件冇？比如講，係唔係我有我一定是專業的鼓隊啊，還是說我有打鼓的經歷啊？我有按你經驗冇？唔是，只要你對打鼓有興趣，我們只有分學生跟社會組，就是用年齡來做區分點。我們完全不分您在哪個區域，您什麼種族性別，您的宗教信仰、你職業，完全或者您會不會打鼓，我們都沒有限制。全部就都得一報名。對，就是提供大家一個這樣的一個舞台，來幫大家喜好打鼓。我們覺得打鼓不斷可以強健我們的體魄，又可以培養團隊的一個向心力，團隊精神凝結那個向心力。我們覺得他重在這一個精神吶，我們也很願意想要。客委會他教會政府很支持安妮達這飯桶，我們也很希望他推廣到全國，然後把它當做打鼓是一種興趣。我們希望他把它發揚以外，再向下的來延伸。唔過我知道，雖然睇下就講後，比賽最重要的是歌唱，唔係名次，但是我覺得大家還是非常希望可以拿到高分。這是一定的。來敲摸一下科長啊，過去嘅鼓王爭霸戰杜紅得到高分，他優秀的團體其他的有沒有什麼小花招啊，或者是什麼小撇步，可以同大家講一下？好，我即個起道啦哈，我對一八年開始就係做花蓮染金福客家事務處咧主辦，我敢講我對到前3名的名次，他當然我們今天是架鼓比賽，當然係你的鼓藝當然是要佔最對，是你要佔最高的一個比例。當然我們也要求把我們客家元素到安妮，我們政府環保資源再利用這樣的觀念融入今天的打鼓比賽裡面。剛提到了打鼓。不是你一個人打好就好，一體呢團隊向心力，所以他們的和諧度，還有一個你的創意有沒有融入在裡面？哇，可能都得用恰當的元素哦。我以比賽嘅朋友參賽者，我記得好好來參考一下。鼓手啊，架鼓競技要在鋪分後，阿權們還知道真的很好奇，想去看看啊，設計好架鼓競技嘅樣片係用嘅，等一下就來看一下。哇，很精彩哦！不過剛剛可以看到的樣片是還在各自的地方，對不對？但是它就是一張草叢按台聽聽，就是一張籃球場的全場，按反的距離聽聽，鼓手就一邊主場一個組隊，有種感覺。沒錯。哦，韓國有看到其他的有動到拱 Q 位啊，韓國有個步馬，就是一個很完整的陣頭哎。錯。哦。在剛在影片可以看到剛提到的哈，吉德拉尼的客家元素，地挑勝主青音有看到嗎？它有很多客家花布，對，然後它那個布馬，還有媒人婆，哦，它就把我們客家的節慶的味道也帶進去了。哇，鼓手真係喺度精彩吼！如果嘅去年的樣片，今年報名參加的團隊有哪一度？他特別的做的同大家先給大家一個預告的感覺。好，走的。在學生組的部分哈，我係知道今年來自台中，他叫天使非洲鼓隊。當初我接到他們報名的時候，老師直接告訴我，這是一群。就是來自我們台中啟智協進會，由修女跟
家里有心智障碍的小朋友的家人一起组成了一个社团。他说这些小孩子他们从去年开始接触到非洲鼓。然后从小孩子喜欢那个鼓，还有一碰到那个鼓，他们打出的那种节奏感，让修女跟这些家长有了想要让小孩子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念头。那后来就请老师来教，发现小孩子也很认真的学习，当他们在学习当中，家长看到了。洋溢在小孩子脸上的是那种很快乐、很喜欢的感觉，所以让他们鼓起勇气，想要来参加我们今年的比赛。那我接到这个电话，我也表示非常的欢迎，因为毕竟鼓王争霸战，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我们不是以名次为主，我们主要的是提供这样的一个舞台，一个舞台来让每一个人，好打鼓喜欢打鼓的啦，或者好像这一对比较特殊的小孩子，因为我们一般人可能花1分钟时间，也许他们必须花5分钟，但他们愿意，不论是家长，不论是老师，不论小孩子，家长有这个爱护之心，他支持他们；老师有这样的耐心，愿意教这样的比较特殊的小孩子。那小孩子他有心来学，所以我很乐见他们今年的一个表现，把他们这2年学习的成果全部展现在今年的一个比赛。我也很欢迎我们的乡亲，如果那一天有来到我们活动现场，一定要记得去跟他们加油打气。是。哇，精神可嘉。对，精神可嘉。非洲鼓也不是这么好打，而且他们来自台中，几乎来到我们花莲要绕一大圈了。虽然这样子看是很近，但是这样子看是很远的。是。哇，不过真挺精神可嘉，大家爱多多本家的鼓励，搭中鼓都唔免按好打，还有动到其他的团队哦。你等下休息一下，再个同大家来小结。好，欢迎转到复起来嘅节目，今日要同大家小结係鼓王争霸戰哦。剛才你有講到天使非洲鼓要到團隊來參加，佢哋都辛苦，希望大家多多本佢哋鼓勵。唔過還有撒下來嘅團體，我每次都我真的要抱着當金批佢哋嘅心情去看佢哋嘅團體，用嘅講，因為佢哋很多千歲團呐，是太后千歲千歲嗎？用嘅講佢哋係千歲團。其實哈，佢哋係來自我們法蓮喜主農社區的一群很愛好鼓藝的我們銀髮族的長輩，也都有大哥大姐，佢哋自稱講佢哋係千歲團啦，因為年紀真的都比較長了。佢提到歲講係84歲啦。哇！組成團體裡面提後上嚟講係60歲嘞。所以他說他們加起來1000歲不為過。鼓手呀，打鼓要到發通啊，唔係真人愛後生人愛你去動態人當中嚟做到。其實你其他人沒做得，走得，只要有心。當然他們記得很辛苦，我講哈，記得係本着活到老學到老，他覺得他要豐富他的人生價值這樣的一個觀念，他來參賽。那我覺得很敬佩，係我哋一幫人都進了哈。記得當年目前組隊來參加，雖然它的名稱都取不一樣，它都是取什麼青春鼓王啊，像今年它是彩虹啊，彩虹戰鼓，對，彩虹戰鼓都是非常青春、非常有活力的，錯，一起都來隊來參加，不是志在得前3名，中間也有得過好像最佳潛力獎啊，那我覺得他們讓我很敬佩，還記得盡心。他透過這樣來練習，互相切磋鼓藝，然後他們大家都是用自己手工，然後他有發揮到我們，也有發揮到我們要求的，就是把我們的客家元素，讓安尼政府環保資源再利用安尼的觀念去製作，去製作他們的道具。佢當年都已經走貓恐龍的道具，從他前幾年我專程到他們社區去看，他有保留。剛剛我們影片當中有一個土地公、土地婆，佢哋嘅道具，他都還保留着。搭上一地貓，該土地公的模誒，它只不過是用一個紙箱，我們環保的資源，那個藍色那土地公那個，它只是一個
纸箱去做的。土地公，安尼白供白铺，不卡去做的，安尼不要的蚊帐。哇，弄的，我想远远看都很美，从嘛很有创意哦。好，记得该种的手杖哈，土地可以，记得拐嘿。我那里有看。它上面挂了一堆，譬如说我们小朋友玩的那个灯笼，提灯那个东西，小灯笼，然后小孩子在玩那个亮亮亮的那个对他们都把它结合在那边，或者一些客家花布，它也融在它的拐杖那边。哇，我知道呀，架鼓竞技就喺本台咁講，喺太年呀嘅小朋友，除非有這種哇，我有一個向心力，我有一個活動，我有一個課外的活動，我有一個休閒的法圖，做得去做可以運動有益身心的感覺，而且他們非常高興，很投入，透過練習，他們很快樂。我常常看到他們的練習，因為我對家長就放一座比賽用的練習鼓，他們每個禮拜最少要2天去練習。那這種情就他們的努力，我們都看在眼裡。然後我也很佩服他們這樣的一個精神，所以我覺得今天這樣的一個場合，很謝謝我們電台給我們這樣的機會，來為這些我是覺得說可以做拋磚引玉的一個效果，因為動到3歲族的參賽者。去動獎來參加比賽，佢講：哎呀，我那麼多名動拍攝，他會覺得以那個名次為他最優先的考量。是，但這一群長輩讓我很佩服他，這些大哥大姐，就是他找到了從我們的架鼓比賽去傾倒人生的價值所在。哇，他們很樂意，對他們很樂意來參賽。透過這樣，大家我發現這一群大哥大姐，他們非常有向心力。整個對花蓮地區，其實很多的大小活動，尤其一些踩街遊行，基登就會參加。我到地區常常參加，我們那邊有一個五府千歲啦，我到北宮廟的節慶遊行，基登就去參加。不過除咗去比啊鼓王爭霸戰，因為還有參加當到其他的法通。不過呢廿八嘅法通啊，除咗呀架鼓競技，喺動精彩嘅素材以外啊，叫麼還有當其他嘅喺晚會嘅部分。呢有一張樣片，先來看看啦。古鎮啊，啲安補詞條看又有一種無腔有一種藝術饗宴的感覺呢，錯冇？係錯。韓國今年的晚會啊，其實都冇簡單哦，除咗有國內嘅你得獎嘅團體以外，還有對國外搶來的哦。今年的表演團出有哪一條？我哋今年繞牆度，安尼國內都係9天民俗記憶團，然後你也宋坤義正，啊，國外就日本咯也，日本暗夜鬼太鼓，錯，到馬來西亞的石城鼓團，還有竹青音特院講誒，今年比賽沙菲族到福尚族提金樣誒，馬尾今仔日晚會來呈現給大家。
哇，古时候啊，刚下口中有讲到，有国内看9天，也是一种真运动有名的一种团体，他就会老家的古镇融合了武术啊，还有舞蹈，一的东西全部就都迪拜，还有刚还有讲到日本的鬼太鼓都抢了你台湾来表演呢。错。古时候也在晚会的时间，係乜嘅時間？係自今年1805年7月23下晡挑7點到9點半，正喺地水美鄉保安宮前廣場來辦理。大家愛記得去看哦！也7月23拜6嘅暗晡頭7點，韓國你客家電視台咪會準時來同大家做 live 嘅直播，大家做啲收看17台冇就到花蓮嘅現場去看精彩嘅古風爭霸戰嘅晚會，錯冇？錯，歡迎大家。嘿，嘅甲骨競技嘅時間係乜嘅時間？係安尼1805年7月16拜6。早晨9點到下晝5點，正喺地水美鄉富源國小嘅操場來辦理。操場來辦理吼，古時候也兩隻發通大家就做得好好去欣賞，好好來看咯。韓國除咗去看古風爭霸戰以外，也下1分鐘嘅時間，也隻小扇子係乜嘅？係唔係大家做得起家去做？做得，我哋又設計好客小學堂，就4個關卡。你只要通過前面3關的考驗，要講一些客家話。我們每一個關組都是由我們花東地區我們的客語新傳師來組成的。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把我們很簡單的客家話帶給我們參與的鄉親。如果你前面3關客語的考驗都通過，你就會教你做倆。DIY 仲要設計咧客家嘅花布嘅衫嚟哦。古時候大家聽說有時間7月16號早晨頭9點到下晝頭5點，韓國7月23號咪係拜6嘅暗晡頭7點到9點半，大家記得要去花蓮看古風爭霸戰哦。新聞陳校長，新聞主持人，謝謝。新聞安妮觀眾朋友，為什麼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等下叫下來好好運動。